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 Miss 花梨，你哋又叫做咩名啊？Miss 花梨想問下各位小朋友，你哋有冇試過玩遊戲嘅時候輸咗啊？你哋會唔會好唔開心，甚至乎想發脾氣呢？其實輸咗會有唔開心嘅感覺都好正常，不過最緊要係知道要點樣處理。今日 Miss 花梨講嘅故事叫做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好玩。今日我哋一齊睇下 Hilda 點樣學識面對輸贏啦。你哋準備好未呢？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今日放學之後 Hilda 同埋 Davis、Ellie 一齊喺屋企玩。Davis 拎咗一盒層層疊出嚟啊！ Davis 好開心咁講：我哋三個一齊玩層層疊啦！邊個抽走積木嗰陣整冧晒成座塔就係輸。Ellie 就話：好啊好啊，我好鍾意玩啊。Hilda 都話：哈哈，我一定唔會輸嘅。於是佢哋就開始輪流抽積木。Davis 好小心咁抽咗一條，再放返上塔頂。Ellie 又成功咗啦。而家到 Hilda 佢有少少手震咁話：我揀呢條啦。點知 Hilda 一掂，成座層層疊咣一聲冧咗啊！ Hilda 佢輸咗，佢即刻好嬲。Hilda 就話啦：點解係我輸㗎？唔制！然後佢就好嬲咁樣，將全部積木掃晒落地下，仲踢咗張枱一腳添啊！小朋友啊，你哋覺得 Hilda 發脾氣啱唔啱啊？係啊，佢咁樣做唔正確。如果係你輸咗遊戲嘅話，你會點做呢？有啲小朋友話唔緊要，再玩過就得㗎啦。亦都有小朋友話會戥贏咗嘅人開心。你哋都講得好好。Davis 就話啦： Hilda 你冷靜啲啦，呢個只係一個遊戲嚟㗎咋。點知 Hilda 喊住咁講：我唔制，我以後唔會再玩層層疊㗎啦。媽咪聽到有啲嘈吵聲，所以行咗過去。媽咪好溫柔咁同 Hilda 講：我知道你輸咗好難受，但係發脾氣嘅話會令朋友同埋家人好驚㗎。媽咪問 Hilda：你覺得呢個遊戲好唔好玩啊？ Hilda 就話：我覺得好好玩。媽咪就教佢啦：冇錯啊，其實我哋玩遊戲最緊要係好玩，輸贏係唔緊要㗎。不如媽咪教你一個冷靜嘅魔法好冇啊？ Hilda 喺呢個時候抹下眼淚就話啦：係咩魔法啊？媽咪就話啦：魔法就係深呼吸3次，然後講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好玩。Hilda 跟住做吸氣、呼氣、吸氣、呼氣、吸氣、呼氣。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好玩。講完之後 Hilda 感覺冇咁嬲。之後 Hilda 就同 Davis 同 Ellie 講：對唔住啊，我唔應該發脾氣，你哋可唔可以再陪我玩多一次啊？ Davis 就話：梗係可以啦，今次就算邊個輸，大家都要哈哈大笑㗎。今次再玩過，又係 Hilda 輸咗喎，但係佢今次冇嬲，而係同大家一齊哈哈大笑。佢哋都享受玩遊戲嘅樂趣。
去到第二日，Hilda 喺學校小息嘅時候，同佢嘅好朋友樂兒同埋 Josie 一齊玩磁石釣魚遊戲。規則係喺限時入面釣得最多魚嘅人就係贏。樂兒就話啦：預備3、2、1，開始。Josie 就話啦：哇，好多魚啊！見到3個小朋友都好落力咁釣魚。時間夠啦，我哋一齊睇下佢哋釣到幾多條魚啊！樂兒釣到8條魚，Josie釣到7條魚，Hilda 就釣到3條。樂兒好開心咁話：耶，我贏咗啦！Hilda 見到自己釣得最少，佢心入面好唔舒服，但係冇發脾氣。小朋友啊，你哋覺得 Hilda 今次冇發脾氣係咪進步咗啊？冇錯啊，Hilda 的確有好大嘅進步。如果係你嘅話，輸咗之後會同朋友講咩呢？你諗下，我一陣話俾你聽 Hilda 點做啦。Josie發現 Hilda 唔開心，所以就問 Hilda：Hilda，你係咪唔開心啊？Hilda 輕輕點頭。Josie就問啦：係咪因為啱啱輸咗個遊戲，所以有啲唔開心呢？Hilda 細細聲咁講：少少啦。我琴日喺屋企同家姐細佬玩層層疊嘅時候輸咗，今日又輸，我覺得自己好冇用啊！小朋友，你哋覺得玩遊戲輸咗係咪好冇用啊？Josie喺呢個時候就話啦：邊個話㗎？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長處同埋短處。你畫畫咁叻，而且你做手工又咁靚，玩遊戲輸贏其實好閒㗎咋，我都成日輸㗎。不過我覺得玩遊戲嘅話，過程先係最重要。喺呢個時候，Hilda 諗返起媽咪教佢，如果輸咗唔開心，可以深呼吸，同埋最緊要記得一句魔法，就係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好玩。喺呢個時候，Hilda 笑返啦，佢仲同樂兒講：樂兒，恭喜你贏咗啊！你釣魚真係好叻。Josie，多謝你安慰我啊！不如我哋再玩多一次啊！樂兒就話：好啊，同你哋玩遊戲真係好開心啊！雖然玩多幾次，Hilda 都係輸，但係佢冇再唔開心，因為佢明白到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好玩，而且輸咗都可以真心等朋友開心。小朋友，你哋同 Hilda 一齊學識咗面對輸贏未呢？我哋一齊大聲講一次魔法嘅咒語，預備3、2、1，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好玩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完啦，不如等 Miss Farley 考下你哋有關於呢個故事嘅問題啦。第一題問題係，Hilda 喺第一次玩層層疊輸咗之後做咗啲咩呢？冇錯啊，因為佢輸咗，所以發脾氣，將所有層層疊掃晒落地下。第二題問題係，媽咪教 Hilda 點樣冷靜呢？冇錯啊，媽咪教 Hilda 深呼吸3次，然後講：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好玩。之後Hilda 冷靜咗好多啦。
其實玩遊戲最緊要係好玩，享受個過程。第三題問題係，輸咗係咪代表一個人冇用呢？當然唔係啦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長處同埋短處，輸贏只係結果。相反，識得喺失敗之中學習保持冷靜嘅人，更加值得欣賞。第四題問題，你鍾唔鍾意同一個輸咗就會發脾氣嘅人玩呢？我聽到有啲小朋友話唔鍾意，因為覺得好驚啊。冇錯啊，其他人都唔會想同一個成日發脾氣嘅人玩，因為玩遊戲成日都會有輸贏。如果輸咗就發脾氣嘅話，咁其他人都會好有壓力噶。最後一題問題啦，你認為自己最擅長嘅嘢係咩呢？Miss Fanny 聽到你哋嘅答案啦。有啲小朋友覺得自己計數最叻，有啲小朋友覺得自己整黏土最叻，亦都有啲小朋友覺得自己捉棋好叻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優點，我哋可以發掘佢，同埋欣賞自己多啲。而家小朋友，不如跟住 Miss Fanny 一齊讀一讀今日故事出現過嘅幾個詞語。你哋準備好未呢？如果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遊戲，遊戲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贏，贏，輸，輸，安慰，安慰。好欣賞各位小朋友都有跟住 Miss Fanny 一齊讀。最後，希望各位小朋友記住，無論玩遊戲亦或係比賽都好，贏定輸或者有啲嘢做唔到，你都絕對唔係冇用㗎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叻嘅地方，只要你努力過，同人一齊開心玩，你就已經好叻㗎啦。記住，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好玩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如果鍾意 Miss Fanny 今次講嘅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